乡亲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喜來咧，我係 Rita 牛天。你好聽音樂麼？你好聽拉丁音樂麼？你非常嘅熱情。喺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帶俾大家咧係非常豐富、非常多澎湃文化、豐富音樂嘅節目內容哦。大家有聽到咧拉丁音樂，係講聽到拉丁音樂，你會想到客家嘅拉丁。想到馬莎，係咪想到地道同意獻呢？今晡日佢邀請佢嘅音樂好朋友來到節目當中，來表演俾大家欣賞。先來彈佢哋唱歌曲了。落嘅所在，其他地方用夢定定愛來傳播，或是長江漫野西歸漢江河，望地亞下多帶江南吹夢，我想轉去用沙絲嘅所在，講地亞下漢語嘅愛慕。希望也比情愛你嘅將來，勇敢將面失去嘅色彩，愛嘅心裡多年生命如此鬆伴落，遙遙公公無奈何嘅緣分，春夏秋冬，人一萬也無窮用嘅夢，甘願很多年灑來勇氣，愛嘅心裡多年生命如此鬆伴落，遙遙公公無奈何嘅緣分，春夏秋冬，人一萬也無窮用嘅夢，原來生命小裡真情永不息。大家聽到咧，簽要遲到麼？哇，到底係簽馬莎，實際嚟簽嗌好咧，實際嚟分享今晡日嘅裏邊，首先嚟分享呢個咧金曲歌王地道同意獻，地道。嗨，主持人，各位大家好，我係同意獻地道，我係來自苗栗的客家人，我係來自南美洲巴拉圭客家人。所以呢，我喺中南美洲呢，我待差不多有25年，喺台灣那邊有25年，所以一般的時間喺這邊，一般的時間喺台灣。哇，歡迎地道！地道今晡日邀請到嘅音樂好朋友撒下來，佢講到佢來自苗栗，佢咪來自巴拉圭，兩隻國家係佢生命當中都重要養分咯。撒下來了解巴拉圭國寶級嘅吉他演奏大師來到呢個節目當中，來分享 Roberto Zaya，Let's welcome。大家好 ，How are you, everybody? Thank you. 我是來自南美洲巴拉圭，我的中文的名字是羅貝多，謝謝。歡迎老師。先生喺台灣待了住了30多年哦。對，我住台灣30多年，對，我定居這邊。哇，好棒哦！分享先生，撒下來兩個音樂好朋友，大家不時看表演。聽說會看到佢外顯呢咪當亮眼，韓國佢係專業嘅二胡同打擊樂手，佢咪係二件樂團嘅藝術總監。來分享吳正軍老師。大家好，我係吳正軍，今天很高興受到地道的邀請，來到美麗主持人 Rita 的節目，耶、yeah！哇，掌聲鼓勵一下，正軍你都未講過哦。哇，我今日非常歡喜，因為喺音樂圈當中大家係好朋友哦。我係再次恭喜這張專輯，前台灣嘅靈魂108000公里嘅遠航。恭喜出專輯，個兩邊咪係專輯地道當重要嘅音樂家哦，一種專輯係上108000公里出東演嘅嗬，講起來今日節目當中咪係前緣分咪前到東演，因為台灣苗栗嗬，連到巴拉圭，個連到也嘅咩台灣冇享有出權嘅嗬，都係係愛嘅緣分咧。
讲实在话，我喺台灣差唔多有26年。26年呢，我轉嚟台灣讀書嘅讀太好嘅時候呢，我嗰時候就有對搞音樂，嗰時候就開始注意一個樂團，很多Montunos。嘅Montunos呢就專門做搞拉丁音樂。嗰時候台灣1996年嘅時候冇人彈拉丁，所以嗰時候我就認識 Roberto， 我就問佢講。要拉丁喺台灣按樣來推廣，其實同我講，你就堅持創業嘅拉丁就好啦，嚇，唔是去談別人樣同批評我都講白嘅嚇，就講唔喜歡創嘅你就創，所以也佢反而感覺到係一個確實嚇，就講你創過嘅人就創你自己喜歡嘅，自然人家就會來談創。哇！我剛剛啲度講嘅亞吞花啲度，我前度嘅重點，就係講你喺台灣，所以睇嘅教拉丁音樂嘅人。教應該講就講係同亞的拉丁音樂嚇，變咗用樂團嘅方式來替台灣一道表演。可是呢，講到拉丁呢，也有一個 Roberto， 佢比我較早。其實佢可是呢，佢係13年拉丁吉他，佢有時咩有一隻樂團嚇，所以就講佢表演的方式就有加嘅密托，就有加嘅吉他。另一部分就較比較屬於舞曲嚇，就講 salsa， 跳舞 merengue、bachata， 諸此之類。就講安尼音樂係完全係本來國標舞啦，冇做跳舞嘅人來彈。而且國人呢係輕鬆啊，佢種輕鬆嘅方式。Roberto 老師都是在演奏，演奏尼龍吉他、古典吉他、勾豎琴。對，對，巴拉圭的豎琴。巴拉圭的豎琴又跟一般豎琴不一樣。對，是不一樣啊，因為那個巴拉圭的豎琴是 diatonic， 我不曉得怎麼說，是沒有那個 chromatic 的音。就我們的音樂都是一個非常 model 的音樂，很特別的聲音，是非常 folk， 非常 folk 這樣子。有一點不一樣跟 classic， 因為那個 classical 那個的豎琴是很大，然後有一些 pedal， 所以可以用那個 chromatic。有些踏板。對，可是巴拉圭的豎琴沒有這個，所以聲音是非常亮。非常乾淨，所以你們就因為音樂上就成為了好朋友。是，對。郭彤，剛好你們又是住在巴拉圭。是我其實他比我來到台灣的時間比較久，較久哈，佢來30年了，轉來台灣差不多22年。22年呢，嗰時候我就跟我嘅時候我就喺巴拉圭有一隻吉他的國寶，國寶。那佢台灣嚇，喺到台灣，所以佢我再來到一頭嘅時候呢，巴拉圭出發嘅大使呢，就同佢介紹佢本來，介紹佢同佢，沒有同佢講台灣也係有來自巴拉圭隻後生人台灣人，其實冇講客家人，佢講台灣人，佢係唱拉丁歌曲嘅人，所以嗰時候佢就很想要認識這個人到底是誰這樣的。去給演呢？對，那公益同鄭鈞呢？是鄭鈞就比較特別啦，請鄭鈞來講。其實我覺得我剛開始認識拉丁音樂是從跟 Dido 一起這個 Montunos 的這個樂團。那我覺得就是真的很感謝他們，就是給我很多拉丁音樂的養分，因為在台灣早期很少有資訊可以學習到拉丁音樂，所以就是感謝這兩位。把我帶入到拉丁。鄭鈞懂下去，因為我是唐吉講過，他說他以前是非常瘋狂的痴迷拉丁音樂。嗰時候喺講台灣嘅講子年，也係講真正愛接觸拉丁音樂，可能沒有那麼及時，或者沒有那麼面對面。透過這樣的表演，就真的可以接觸。然後還玩客家，你真的玩客家音樂玩蠻久的，黑冇？對，因為我一開始是拉二胡，對，所以後來才變成到打鼓去接觸到拉丁音樂。哦，他兩者之間都非常非常厲害，非常好。我記得剛開始的時候認識鄭鈞的時候，他是帶班的時候進來的，帶班的時候進來，馬上就結果他的那個幾個聲音
我说这个人不一样，他那个灵魂整个就是拉丁的那个咚包的声音，就是那个打空感的那个声音，那个灵魂在那边。我说就是他。然后当然了，也要看他的时间。那时候我记得他是好像是艺校的这个老师，那时候在教乐理啦，或者教二胡。空感也有教吧？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我还是学生，那时候还是学生。哎呀，我的天哪！对，其实那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那时候我最记得那个头发没有像现在的那么的炫。哎呦，有编发哈，有编发，他是满全都编的一张艺人的。哇塞！你刚刚讲到，其实亚洲转系哈，3位老师的这个作品集结在《Dido》这张专辑哈，等于这是你第2张专辑出。非常恭喜哈！大家等下多進來哈，來聽佢哋分享，真是地度誒帶本大家那啲感動，佢有那啲目標用風格嘅音樂呢？Mujer, si puedes tú con Dios hablar, pregúntale si yo alguna vez me he dejado de adorar. Y al mar, espejo de mi corazón, las veces que me han visto llorar la perfidia de tu amor. Te he buscado por doquiera que yo voy y no te puedo hallar. ¿Para qué quiero tus besos y tus labios no me quieren ya besar? Y tú, ¿quién sabe por dónde andarás? ¿Quién sabe qué aventura tendrá la perfidia de tu amor?大家刚下谈的两条歌曲，现场老师你们自己即兴发挥，马给狗。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是古巴的一个经典的歌曲，大概是在50年代的歌曲。那是由这个古巴的一些前辈他们他们那时候有很多人做了很经典的歌曲，像《Bésame Mucho》、Cuando Calienta el Sol、Perfidia、Quizás， 像那个很经典，到现在很多的乐师们或者乐手们或是歌星们，他们都很喜欢唱这首这些歌。Perfidia， 我们刚才做这个 style 是比较是属于我们自己即兴的一种方式，叫 cha cha cha， 叫 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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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恰恰恰是，因为我们国内常讲说是恰恰，有没有？其实它真正的名字叫恰恰恰，因为它是跟着舞步的那种方式，恰恰恰恰恰，然后恰恰恰就那这样。这得勾示范一下，郑钧可以帮我们示范一下打那个节奏，恰恰恰应该是要怎么样？本大家来感受一下。那要配合舞步吗？对啊。哦，身体要这样子摇摆，安用音。哦，懂神奇呢。是。要还恰恰恰。恰恰恰，歌词是在讲说背叛的爱，好，这个有点有些爱情就不道德的那个这个歌词，但是我其实它只是就是在反映，就是说，人跟人男女之间的爱情，有时候会遇到一些temptation
的诱惑。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拉丁美洲人他们就是多么的 passion， 他们就是懂浪漫，懂浪漫，懂热情，对安尼哈。他们就是很自由，他们对爱是一种自由的一种表现。哇，嗰啲拉丁音樂地度要分動到冇共用嘅類型嘛，當然有恰恰恰，韓國有那一條做對同大家介紹，好，我們也來 play 給大家是聽聽看。其實我們這張專輯啊，我要這樣轉寫哈。就用轉寫嚟講，好好好。轉寫嚟講好了，要轉寫咧就用一個風格就動多種哈，當然就講底邊有動多安尼融合音樂啊，像我聽藝術講嘅很多半新呢，佢係 flamenco， 可是有的安尼三把看過哦，三把那個三把它因為它鼓哈，佢用的鼓呢係這種鼓跟它的那個打擊的方式，是不是有點像三把？可是因為有一個 Roberto 一個 guitar， 完全像那個 flamenco。哎，阿你唔加講，鄭鈞又有準備哈，有很多 salsa， 有很多 flamenco 的感覺。來，我們來做歌手吉他。本大家聽到安尼節奏就好咧，節奏就好咧，因為有節奏的感覺，這樣子講啊，原來加恰恰恰係安尼。好，其實來講哈，salsa 好了，來。salsa。哦，你看哦，聽到呀，也係 salsa。哎，都是 salsa。OK， 還有另外一種就剛剛講的flamenco。flamenco， 熱情澎湃咯。對，高。然後又有的位三把來。會跳舞嘞！哇！哎，真嘅會跳舞嘞呢，馬上即興就來。我哋同好講。也就講藝術就flamenco 個三把，當然有的唱 salsa 啊 salsa， 可是不管用啊，也就完全做一種融合音樂表現。就 fusion 啊，嗰首專輯地度有舊式歌曲，地度有兩首係演奏，不過地度加入嘅安尼風格係青島人嘅，有一個可能有 flamenco salsa，沒有嘅就bachata，就係全部適合跳舞嘅。適合跳舞，因為我嗰時候做安尼音樂呢，就希望講一條客家舞哈，做得有啲會變化安尼。客家嘅音樂，客家音樂沒有的變化的，所以講沒講就不是刻意的去把它好像是拒絕它，不是，是希望能夠帶進更多的元素，多元化的。嗰首亞種專輯地度當然客家話嚟唱個拉丁音樂嘅風格，個中班大班咩都有安尼嘅感覺，大家看一下，嗌到安尼熱情嘅大班，還有地度你係摸嘅，好同大家嚟小記一下好嗎？要在摸嘅呢，就係我哋每一班我去到中南民族嘅時候，一定會買一張摸嘅，哈，要當摸嘅，哈，要當摸嘅就係有人講係巴拿馬帽，哈，咩有人講係厄瓜多爾。佢真正來演係來吃厄瓜多爾。一張摸呢，因為我對一張摸有感情，因為我帶起來看演導係嘛？就可以把我的年齡稍許掩蓋一點。我很好奇哈，搞拉丁音樂經營哈，服裝像 Roberto 老師，他就會露出幾個胸毛啊那哈，go。彈演奏的時候就是很帥氣嗰樣呢，韓國唔會戴帽誒，做下氣色嘅，鄭鈞也是就是很鮮豔的，係唔係做拉丁音樂就會愛安尼嘅表現？Roberto 來講好了，因為其實我們在表演的時候，每個人的風格冇同樣。好，那我先講我的好了，我為什麼會穿這樣子？因為我覺得
以前我刚开始上来唱的时候，戴着一个读书学生的一个眼镜，然后穿的衣服随随便便，然后可能就没有太多的注重，所以台下的人呢就不会很注意看我。表演的时间，然后我觉得，你是表演者就要有表演的样子。当然，也不是完全是因为我要做安尼搞怪度哦。无啦，安尼青年导啊，做后宽做后宽，他讲我多宽一演啊。系啊。可是我做给头男模我做唔对，用我形容。个头男模没有青年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头发。那个个人特色，嘿吗？我觉得个人特色。只是为了要把脸拉长。古时迄个想要搞拉丁音乐，当然咧音乐风格，还有总班如果重视自己的这个整个表演，就为老几家总都懂腔安尼。讲来亲手来唱高两位先生 Roberto 老师，你觉得客家跟拉丁结合是一个怎么样的火花？适合吗？我觉得节奏都可以适合。我觉得我们可以 blend， 我们可以做 fusion， 刚刚的做。这个不是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在那个味道。会不会也是观众会不会接受这个？这个是比较难的部分，因为你们这一张专辑味道有没有调配的刚刚好？你一定要讲，不讲的话，你没有说很好，是不是？我听不懂。你觉得？哎呀，一定是一听迄动画的哈，早点叫他来教音咯。古时候甲讲到，咪是爱搭对啦哈。给郑钧，你知道讲，他甲同拉丁结合在一起，你自己在里面看到怎么样新的东西？其实这个都是民间音乐，只是来自2个不同国家的民间音乐，所以它一定是可以很合的，因为它都有说唱艺术的部分。所以哇，那边都欣赏了，更可怜呢，懂可是我希望讲给说一下，给讲到，其实就讲懂货，安尼就走要不要结束一下？Yeah, can you finish what you say? Because you didn't say that it's good or not. Everything is perfect. No， 懂神奇了哈。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专辑。哇！因为我们在拉丁美洲每一个国家，我们不可能想做一个专辑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那边，我们一定会做我们的音乐。然后因为Tito他有住很这么久南美洲，他知道我们的味道那边。可是他也是这边台湾人，所以他可以知道非常清楚这个2个文化，然后放一起，所以他有问我们的音乐家有没有办法帮忙做这个东西，他有放进的很多时间、很多爱里面，做这个专辑，所以一个非常不简单。哇！掌声鼓励，也给我了哈。还说大家谈起来吼，谈到呀音乐人之间互相珍惜。等下多少来节目当中，当然要带本大家有深度嘅感通咯。该怎样的爱的心，后面嘅人相亲，把了较用心，欠免嘅爱情，丈量你嘅心。
一张名字，爱的心，Help me 给你相亲，把了较用心，甜蜜的爱情，丈量你的心，用表他心中对你温柔的情意。自从海渺浪漫真情用发你。做天沙万难沙情，心肝都要给小你，诉说你的心。迷迷蒙蒙，人人亲亲，无声音，无魂无样，QQ 娃娃去回情，两情随面难游落，温暖配是给巴黎的魔术黑米多米。光强给会刺刺痛那个心，爱对你张最用心，年路有痛来来去去恨你，登山讲半夜心切切都不会停，第三年给我的风雨，糊涂一粒心莫停，有恨满面伤心。堂體好睇咧版先嘛，堂體音樂很啊有感覺咧嗬，我係咧唱到三位欣賞3位來賓嗬，迄個我推薦問迄個一首你親好親推薦嘅拉丁歌曲，你想去推薦嘛？啲咯？拉丁歌曲，我彈 Celia Cruz。Celia Cruz，乜嘅意思？就 Celia Cruz 是一個salsa 女王，過世嘅過身的，可是她是古巴的一個很有名的一個歌手，那時候他是跟着很多的一些音樂人逃到邁阿密到美國，開始去發展，所以那時候Celia Cruz那時候就懂得好聽的音樂。最近就是我們一直常常唱他的很多的一些歌曲，像 Kimbara， La Vida es un Carnaval。還有當多呢好聽嘅音樂。哦，唐亞比歌數幾個歌全部出去當好聽就出嚟。講個歌太多了。哦，懂讚。給 Roberto 老師，你要推薦給大家聽什麼樣的拉丁歌曲？對，剛剛如果是古巴的音樂，因為拉丁的音樂是很多風格，很多不一樣的，完全有的時候是完全不一樣。所以如果是古巴的 Celia Cruz 是一個非常好的的音樂家，然後如果是巴西的音樂，你們可以聽Sergio Mendes 一個鋼琴跟編曲製作人，他是非常棒的音樂家。Sergio Mendes。對，Sergio Mendes。哇，你當重要，因為很多資料哈，不過你想寫簽嘅時間，你可能冇聽錯講，到底係簽馬沙洋係起到係動好誒。透過老師的那個，對不對？我們可以做一個示範，如果時間上如果 OK 的話。係啊，該鄭鈞先來跟大家分享，你想要介紹怎麼樣的拉丁音樂？我自己很喜歡一個歌手叫 Diego Torres。Diego Torres。對，因為我覺得他就是因為 Dido 跟 Dido 一起表演，所以聽到很多他的歌，影響還蠻多的。我知道 Dido 動好幾個就出嚟。好，還是哇，因為啲節目當中做啲聽到一啲哇專家太時嘅分享冇簡單，當然一種陣時哈，大家做啲聽到冇共用風格。因為 Roberto 老師也說，拉丁音樂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風格，個結合客家，佢講完美啦 ，perfect 啊，佢講因為都是。民間的藝術，都是音樂，都做對做結合。跟自家親密本來發表一下，你
第6年，隔了第从2个世界过了6年哈。韩国108000公里暗夜，这是一个形容词嘛？是韩国暗夜，亲密众生纯听一种专心，你有没有感想吗？终于是生一个小孩子不容易啊，供6年呢？我等到6年，都真嘅呀，唔係叫我馬個生嘅咯。可是我感覺到都要拜曾經要感謝出我們的科委會，還有感謝文化部，其實沒有他們，我這張專輯也做不出來。其實更要感謝的是講我們這個樂師們，還有我們的團隊哈。他們協助我同埋天數，也去做歌曲，講去簽到去某個風格，咁適合來唱，將一個版型。真嘅一個版型呢，也許鄭鈞佢講佢同好藝術歌嘅，佢藝術歌呢因為佢代表一種很融合的一個，有點拉丁。也有很多的這個客家在裡面。冇簡單就對，108000公里是這個形容，但是跟各位介紹，因為我在2013年拿到金曲獎之後，我就離開了台灣，因為我要回去工作。但是那時候我跑了很多國家，然後跑了很多國家，真的是陸陸續續從北到南，就108000差不多。真嘅，因為亞種專輯吧，有啲墨西哥錄音，有啲巴拉圭錄音，有啲台灣錄音，好像還在跑到秘魯，是不是？對，秘魯也有。哇塞！哥倫比亞也有一次，但是那時候。我知道你係調絲嘅哦，蠻難嘅，蠻難聊嘅。就是都度後有安嘅，度後有安嘅時間，因為嗰時候跟時間有比賽，因為我那時候已經拖太久了，所以要稍拿來溜。那唱歌嘅東西，唔係講。我現在錄的是藝術創，唔係，就講我有安尼 feel， 我有安尼感覺，靈感要有，所以我說印度講我印度起碼個靈魂。真嘅冇簡單一種專輯每次都塞給咩東西片，好像這張專輯吼就有記錄世界冇共用嘅地方，聽得了音樂，再嚟圖大家去旅行嘅感覺，個大家想要發落你嘅自信，做得送那一程呢，嚇。這個其實我從這個地圖來看的話，哈，我們可以從這個最南端阿根廷先走起。哦，潛嘅專輯吧，發落地道嗎？湯雨欣嗎？去哪潛呢？就上網啊，就我們現在在那個數位沒潛得到哈，你只要輸入湯雨欣或是尋找台灣的靈魂。然後你在各大唱片店都看得到，也買得到。哇！再一次恭喜啊！供6年供出來了，每場大家多多支持哦。有客家結合拉丁音樂，當特別嘅美食，當好聽。每感謝 Roberto 老師，感謝鄭鈞。希望所有嘅朋友今日來收聽、收看今本日嘅福氣來咧，邀請大家等下聽聽先生來做運動了。希望大家將來了。